好了，可以开账目啊，可以开账了。真假真假，只听这龙狗，听啊真假，是从太平西人啊，真假真假真假，你在家不在家？真假真假，你在家不在家？真假你在家不在家？我们主人家在家，你们是哪个人？楼头咋那样？哇，外头是送菜必须人啊，真假？我们主人家在家，这个大名是哪个说？我来在大川，我拿马头金牛头，拿马头金，拿牛头，人头当半路当鬼汤啊，真假？我们主人家在家，这个红火布是哪个做？我是送菜必须人，我拿马头人，拿牛头金，拿大半路当鬼汤，真假？只听好听，只听正一出日啊，真假？只听传龙狗，只听我。李明灯带明珠，明台带火红布，明灯带明珠没带明灯，明台带火红青，开一边银子金子来挣钱，开一半银子金子来挣万真假。好了好，高酒嘛。银子金子来挣钱。我开一半留一半，银子金子来钱王啊，主人家，是主人家，开一点银子金子来钱金哦，开一半银子金子来钱饭哦，银子金子来满福啊，主人家，我。走那牛头人，马头多，我带王老三大回家，走啊！银子金子来钱饭，从银子金子来钱钱，来忙你生啊主人家，忙不忙啊主人家？忙喽！忙带货，银子金子来钱大多，银子金子来钱钱，银子金子来钱钱呀主人家。